大家好，我是张简小姐。轻轨的台语怎么说？轻铁，轻便铁路。高雄的台语怎么说？高雄，古名或者打狗，国语打狗，音跟打拼的打是同音，不是打人、怕人的打哟。澳站卫星角，下一站李成东站。Next station, Department of Health。欢迎搭乘高雄轻轨101站，站到在月台延放机关在月上高雄轻轨前方。大港桥的台语大港桥。
上车和下车的台语，上车、落车。张简小姐，高雄轻轨环状线全程达成，完美完成，我们下次见喽！